有民众进前去到台中的中孝路夜市一间卖手切地店家买凉的，佮南街加比菜宴，联络到地发现讲，那怪怪，配出来竟然是芳，而且一杯内面有4只芳。店家即马也出面回实咧，讲会加强管理。那台中市食安处也讲要去稽查，要求业者限期改善，若准唔上悬会当罚到2亿。民众买这牛奶茶加加比菜盐，啉落去了，感觉口感敢若怪怪。土地卫生组才发现讲，这杯凉的内面有几只芳。其中一颗我就觉得那个口感不太对，我就把它吐出来。吐出来之后，我就发现，怎么奇怪，感觉像苍蝇又像蜜蜂。黄小姐讲，唔敢搁啉落去啊，倒出来斟着看，杯底搁有沉伫遐几只芳，算算的这杯就4只。伊讲第2日切去台中市中孝商圈一间红茶店买凉的，没想到说拄到这种状况，店家嘛向消费者来回实咧，相信讲确实伫店内是受到虫害的困扰。我有问他为什么蜜蜂会来我们家，那有可能是循着那个果香的味道进来这样子。那他有闻到味道，刚好白天也是我们家一家饮料店在这一边。店家讲，因为因用的是青的水果，常常有芳会互蛇来食，除了会加强赶虫的工课，嘛伫店关门了后，点甜香来赶虫。通化系学者讲，芳会互蛇过来，是因为饮料店的甜味。所以饮料店呢，它可能会煮糖水。好啊，那个很高浓度的糖的味道就散发出来，那就会吸引它过来访视。2到3公里内有人养蜂，好啊，当然也有可能自然界的蜂在迁，因为它可能族群大了或者怎么样，好啊，刚好就飞到这边。学者讲，芳活动的距离会当长2-3公里远，尤其因拼物件是真厉害，真简单就会互汤水也是水果的甜味升过来。台中市食安处嘛讲，会随去店家来做稽查，若是查到无合格，就会要求业者爱限期改善；若是复查了后同款无合格，就会照违反食安法，罚因6万以上2亿以下的罚金。记者综合报道。